来这个鸡卵可能会起2块到3块，啊，那猪肉已经来起价，即卖每台斤爱将近91块。这个鸡人卖卤肉饭的业者讲，去年因的卤肉饭已经起过一届咯，即卖若搁起，恐惊人客袂来买咯。但是无起，搁算袂好，实在真头疼。啊，刷落来都是清明节甲5日节咯。到时阵，这个猪肉需求会来增加，恐惊这个猪肉一斤爱起破到100块咯。甲讲啊真有损失，含卤肉饭大喙甲伊推落去，佮点一碗肉鸡饺饭，人客食甲真满足。不过即马若搁要食到猪肉料理，都要加开钱咯。猪太贵，然后没有人要杀，卖不够上面涨，因为你再怎么涨，客户也是涨5块，你没有办法像上面涨那么多，我们至少被涨20%。农业会猪肉计数统计，10号开始，全台湾猪肉平均计数10公斤已经超过90块，11号佮创新高10公斤伫要91块，超出农业会上悬计数85块的监管区。毋然呢，国际猪肉计数佮加悬，今年1、2月份进口量嘛比去年同期减买4成倍，影响国内计数，所以起价嘛是高不离中的。20块维持很久了，大概有5、6年了，现在也买不到肉，像我瘦肉也出问题啊。他说没杀那么多，没杀那么多。就惊人客嫌贵买买，卤肉汁都袂互人客包动去。配菜卤鸭卵嘛调整做逐工限量供应，度过危机。也毋过卤肉饭若真正欠肉起价，人客敢愿意啉钱买咧？还好了，现在物价都波动那么大了，正常的啦。正常的，对啊。是安怎讲？咩人起价啊？清明节特别到，随来到要过5日节，买猪肉人变多，10公斤计数可能会起超过100。免走渡过难关，当的头家是下到食黄连，有口难言呐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